各位好，我係鄭耀輝，希望你哋喜歡我呢本書畫集。多謝各位。各位好，我想分享呢首詩俾大家，係只是懂得的人一定會懂，不懂的人還是不懂。呢首詩呢係錄自呢個李叔同弘一大師嘅手筆。而呢首詩呢，佢嘅表現呢係好有呢個心靈之境。喺書法書畫裏邊咧，係心靈嘅境界，同時會配合呢張畫喺呢個遠處嘅高山啦，近處嘅一個帆船，一個好簡單嘅涼亭喺度，仲有一棵松樹，表現得非常之活形活現。喺呢個書畫裏邊咧，係好常見嘅一種嘅寫畫嘅方法。希望各位喜歡。